宜兰甲东部地区有一款伤害猪仔的鸭，最近嘛出现伫西部。伫中华的竹塘乡就有农民发现讲猪仔拢互害虫食了。初步是认为应该是同一种鸭造成的。台中农改场嘛已经针对中部地区来发布疫情防治的警报咯。 掰开猪仔丛下底挖紧的所在拢是虫。中华竹塘乡的农田顶礼拜开始发现有疑似俗称东方行军虫的分泌夜蛾，而且数量真济，佫无偌久地当收成的猪仔，即阵叶仔拢去害虫食了。啊，你著甲掰开，伊拢伫下面啦，在休眠啊，在放蛋啊、孵蛹啊，规支拢食，你有看？规下面食到顶头啊。把它翻开来看的话，那个虫啊，至少都是4、5只以上，是不是有一直扩散出去？还要等专家他们来做一个鉴定。伫华东地区甲宜兰造成猪仔损害的分泌夜蛾，头摆出现伫台湾西部。官府甲台中农改场拜一赶紧来会勘，初步确认有4公顷的猪仔损害严重，实际危害的范围也无法度估计。嘛因为这种鸭会飞，幼虫期咧白速度搁真紧，农改场呼吁附近的农产甲乡镇拢爱提悬警觉。它120幼虫，它吃的时候叶片还不会全部被它吃掉，它会吃到一层薄膜啦。到30、40幼虫那个时候，它啃食的速度就比较快了。现在看起来是到5、60的比较老熟的幼虫，这个虫对药剂也蛮敏感的，所以说我们有施用药剂的话，大部分都可以防治得当啦。农改场指出，天气烧热，分泌夜蛾的生产速度就愈紧，因也针对中部地区发布疫情防治警报，请农民加强损失。官府嘛会派人来抓虫，送防检署做品系鉴定，要进一步了解虫是为倒位来的，随后才会当精准用药防治。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